初本有带大家去看呢，台中水神堂也1年来丰年的进度。本年调试破坏体的估计水神堂，未来又会遇到用人嘅挑战同困难。接下来我带大家去看啊，特别是文化期嘅日本式西本演示，佢哋7年前估计今天的世界无人事故火烧屋，啲主建筑损坏到动厉害，喺個工法考證困難的情形下，消防團隊親密去掌握基礎天天，主結構係高部長用殘疾方式保留下來。比起來，水神堂嘅主體結構完整，所有嘅磚頭和個磚節也都有素材，每啲損壞嘅勇士。等等就變好保留下來嘅，對後續嘅分析建築嘅樣貌有幫助，還個對嘅用時嘅施作工法也有幫助。唔過佢哋同建築專家就打拍講，係講詳細嘅結構，也嘅裝飾嚴重損壞體嘅就保存年節，按樣就做得很加表現出古蹟嘅人文意涵，很加技術代表嘅歷史價值。喺台北市萬華區有90年歷史日本式試驗西本演示，第2005年8月嚟做鋼天古蹟事件發生火燒屋，其中用日本式工法批嘅材料、認證素材也都和保存到以後，整嘅6年1933年嘅用時用嘅總算有再個呈現出來。修復古蹟的時候，通常因為歲月的這一個痕跡呈現，跟它這個工法的特殊性。它畢竟不是用釘子的，它是用卡榫的。所以說，我們必須是要推崇一個有經驗的匠師到現場，跟我們建造單位做一個比較適合的一個調配。不過，當遺憾的係，西本演示主建築差唔多快槍槍嘅，因為建築工法考證困難，搶做得重建基礎。就算只有古蹟修復同再利用辦法第16條，古蹟修復工廠應該用人工法、人容貌修復做原則。其下擺參加古蹟修復嘅學者認為，詳細嘅文史研究同施作工法考證，將係古蹟修復千件新嘅挑戰。古所水神堂後續重建工廠，未應該盡量掃除古蹟和存到嘅材料來裝。係講相關材料損壞嚴重，工法咩都難考證嘅，保留現有嘅情形，並額外去展，還較有歷史意義。這個房子它的樣貌哈，很多人都看過啊，所以比較容易復原。但是在立面上面的高度上面的呢，大概就會有一些推測啊，這個可能性。那當然也可能要輔助一些舊的照片。那除非都找不到了，我們才會用新的工法。來彌補零零星星的這些碎片，我們還是要想辦法把它組合起來的，而不是說它這個破碎了就把它丟掉，重新再照原樣做一個，而是要把原來的零碎的破碎的一些構件，把它重組起來。輸順長途同爭嘅經費未來都係影響水神堂為爭當用嘅嘢關鍵。好等水神堂雖然數年破壞嘢，不過主體結構還算完整，所有磚嘅素材也都有變好保存，對後續分析有幫助。本單建築用嘅同時做工法，係講做得做完整嘅考證研究。譬如老師傅嘅術語，為爭轉本單嘅用嘅應該唔係幾困難嘅。不過對表現歷史價值同真相嘅角度來看，只有西本演示保留的火燒屋過後留下來嘅用嘅嘢做法，冇聽錯咩係尊重古蹟另外一種方式。下個新聞彭金路陳鳳偉特別報道。